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的9月3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6篇，约伯记第2章11节到约伯记第2章11节到第3章的26节，加拉太书第3章23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是合做一的一个信心到底是啥物呢？咱定讲为什么咱需要信心？伫基督徒的信仰，伫这个教会的生活，信心咱讲是互咱面对未知的前途，面对困境的时阵，会通互咱看会清楚头前的路。就好像亲像咱伫这个大雾真严重的路中咧开车，咱却袂烦恼，因为咱对头前的路无青分，甚至咱讲袂烦恼，行毋着路。老师伫美国生活12冬，虽然冬天有机会到北加州落雪的山，也是洛杉矶东边的大熊湖咱讲Big Bear Lake， 这个山顶去看雪、初雪，但是伫这个大雪的中间来开车的经验，确实非常的少啦2012年的4月底，甲教会几个兄弟相约，甲我一个朋友伫这个 Big Bear Lake的一个别庄，伊的别庄去阮去遐灵修，但是却无想到讲，伫春天的尾流的时期拄着大雪，伫4月底上山的进前呢，高速公路就出现足侪迄个告示讲就爱装即个雪链落雪链才会使上山。所以我就到高速公路去找一间汽车材料行，买一个雪链用装伫链顶悬落雪底用的snow chain 进入伫山区无偌久呢，就拄着人咧检查的站。伫遐除了甲你查落来检查以外，伊阁提供协助。你若袂晓装即个链的时阵，伊会当甲你斗3工了后，我就跟对头前一排的车上山，迄个时阵感觉真放心啦。但是过无偌久呢，头前所有的车竟然拢断弯都无去留我一个真紧张，面对黑暗的山路，阁落雪落大风雪。好佳在啦就是讲即个别庄呢，我的朋友遮，我每一年拢会来遐1-2摆。这路阁算熟，所以就勇敢慢慢开上山。人生第一摆伫即种暴风雪的中间来开车若毋是有坚定的信心，甲对路草的一寡的熟度一定会出代志。阮同迄天上山，另外一个兄弟，因为伊路况无熟，阁紧张，就安尼拍断雪伫迄个所在差一点雪出去即个路面以外啦当然，咱咧讲即个是一个个人的信心顶悬的考验，但是信心伫团体、伫团契中间到底是啥物的？其实就是合一啦伫要讲到合一进前，咱先来讲约伯。咱要读一段今仔日的经文，约伯真长伊所在讲，伊的面对苦难的境况的时阵，伊竟然是咒诅伊家己。对第2节开始，伊安尼讲上帝愿你咒诅我出世迄一天，愿你咒诅我诚做胎儿的迄一暝。上帝愿你互迄天变做黑暗暗，愿你无纪念迄一日，
无搁再光照伊，互伊正做乌暗阴阴的一天。互迄个目魂拢甲遮看，乌暗遮即个日头。愿迄一暝去互抹消，无搁立伫迄个月的中间。愿伊正做孤单、寂寞、无聊、无有欢喜的一个暗暝。愿迄个会通呼召海兽的人，遐的巫师拢出来救助迄一天，毋通互星辰四光。毋通互乌暗有即个天光的愿望。我要救助我出世迄一暝，因为伊互我遭遇着真沉重的患难。为什么我无即个死伫我的老母的腹肚内？或者是讲一出母胎就已经断开？为什么我的老母抱我伫伊的家豆腐顶悬？为什么伊用年来饲我？若是我迄个时阵也死去，如今就享受着安息，甲忠健忠实的君王统治的人同坐困，甲厝内装满金银的王子较目睭长长来困，甲流散未见光明的胎儿做伙困。伫坟墓内底，歹人停止作恶，辛苦的人得到安息，连忧愁也有安宁。无甲伊听见监工的责骂，不分贵贱大小，拢伫迄个所在，含奴隶也得到自由。为什么互悲哀忧愁的人继续生存？为什么互忧伤人犹原看见光明？因求死不得，因宁可入去伫坟墓，无愿意得到财宝。因要等到死，埋葬才有真正喜乐。上帝互因的前途茫茫渺渺，对周围困伫因的人，伊用土开来代替食物。我伫遐哀哭，亲像水流无停止。我所惊吓的事一一拢来出现，我所恐慌的事偏偏要临到。我无有平安，得袂到安息。我的烦恼无有停止。遮尔长的抱怨咒诅，简单一句话来讲，伊讲我死吼比活得较好啦，就是这个意思吼。好，那亲像咱之前有讲过，讲若像吼。看这个囡仔无乖吼，甲挤倒等于妈妈的腹肚底共款，即种的想法啦吼。若无出事就好啊啦吼。要不伫咧面对家己的苦难的时阵，伊一时就是失去信心，这就是中着撒旦的计谋啦。要互人对上帝失去信心，暂时也是来离开上帝远远。其实。约伯伫最后的时阵讲迄句话吗？伊讲吼，我过去捌听过你，如今我是安那亲目睭见你。这个时阵，约伯才恢复对上帝的信心。为什么信心甲合一有关系？新的改变教示咱，伊讲第二个夜三亲像，就是恁着爱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恁若彼此相疼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着爱彼此相疼，即种的结连才是基督的学生。信心毋是为着家己的这个需要来补助尔定，而且佫是进一步是一个合一的呼召，因为这就是展现咱甲基督合一的信仰。今仔日圣经也甲咱讲，恁大家都借着信甲基督耶稣合做一体，成做上帝的儿女。恁受洗甲基督合做一体，就像基督有伊的性命，无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的人，
查甫人也是妇人人，伫基督耶稣的性命内底，恁拢正做一体。如果恁是属基督的，恁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要承受上帝予亚伯拉罕的应允。所以圣经真清楚，伫今仔日的新约经文内底，伫马太福音加拉太书第3章所甲咱讲的，所甲咱讲的，咱着爱不分彼此，疼人亲像疼家己。好啦，过来，咱要安怎做？咱讲到教会内底合一，合一亲像经文所讲的，犹太人甲外邦人，即拢完全无共款的吼。自由的人甲奴隶嘛是无共款的，查甫人甲妇人人，即嘛拢完全无共款。即两个对比真强的无共款的人，会当合做一体。伫主内底合一，毋是将遐意见无共的人排除伫外口，这毋是合一，这叫做排他主义。这毋是上帝予基督徒的呼召，毋是教会人非基督徒，也是咱的兄弟姊妹。咱毋知有阿免啊无？因为因相款是上帝所创造的性命，教会基督徒。千万毋通将排他主义变成做教会的标准。咱定当爱接纳，并且看因诚做是家己的责任。这才是咱所要展现的一个信心，就是合做一体。咱做伙要来用诗篇26篇来做伙来读，诚做咱的祈祷。耶和华，求你甲我判断。因为我有照我的顺传来行，我靠耶和华无摇拽。耶和华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，锻炼我的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目睭前。我也有照你的真理行，我袂捌甲讲白贼的人相夹济，也无甲假做的人做阵，我怨恨歹人的话，无要甲恶毒的人同齐。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我的无罪，才来说你的这段，通互人听见感谢的声，佮通讲起你一切奇妙的所在。耶和华，我听惜你所大的厝，以及你阳光所伫地的所在，毋通将我的灵魂甲罪人做一个收拾去，毋通将我的活命甲杀人的做一个收拾去。因的手中有奸诈，因的正手满满有暴露。轮到我，我要照我的顺传来行。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，我的脚徛伫边榻的所在。伫正会中，我要学乐耶和华。